キュルキュルキュンキュルキュルキュン素直になれなくてもキュルキュルキュンキュルキュルキュンあたいが世界一クラクリクルクルクレクロミクロミかわいいナンバーワンあたいはクロミまつげもキラリ瞳はスイートキャンディー今日も完璧鏡の中のあたいかわいいねなんて乙女の心はデリケ大家好，歡迎返嚟團長日記。上集同大家食百幾蚊龍蝦松露半自助餐，好多觀眾都話抵食，多謝大家支持。今集多謝酒店邀請，嚟到東涌世貿喜來登酒店魚坊嘆深海巨蟹海鮮自助晚餐，俄羅斯深海巨蟹無限任食，仲有主打熱辣辣鐵板燒蟹腳、刺身同招牌甜品等等。5星級酒店質素，最平99蚊一位小童，加上一位成人價，除翻開到底抵唔抵食呢？團長帶大家一齊睇睇。喺香港日日做打工仔，做牛做馬，大家覺得返工會唔會辛苦呢？連撐幾日先有1-2日假期，想放鬆慢活一天，其實東涌有唔少值得去地方，行海濱長廊之外，附近碼頭可以釣魚，同女朋友拍拖喺碼頭行下，吹海風又舒服。再走轉昂坪360纜車，大膽朋友仔揀全透明車廂，隻腳下邊全部都係透明，會唔會有啲驚呢？玩夠去酒店嘆一個全蟹宴，原來東涌小旅遊一樣可以咁豐富。不過開餐之前最緊要話俾大家聽點樣過嚟。食自助餐最方便係搭酒店穿梭巴士，喺東涌地鐵站 A 出口行過去巴士站就會見到，每30分鐘一班。不過大家要留意，穿梭巴士雖然開放俾大家，但上車嗰時可能會檢查，記得預先準備好確認郵件，喺手機度出示返就冇問題啦。如果唔想搭穿梭巴士，行路過去地鐵站都係10幾分鐘。餐廳裏邊設計開揚，成排落地玻璃採光足夠，成個格局好闊落，確實有5星級酒店環境，喺度食飯嘅感覺幾舒服。而家6點幾，客人開始入場，可以做到咁爆場，今時今日唔會好多間。睇嚟呢個深海蟹後主題結合價錢優惠，已經揾到一個理想平衡點。事不宜遲，即刻出去同大家掃自助區。今餐主題必食回本位，烤俄羅斯紅帝王蟹，師傅現場即燒即做，成隻雞髀咁大嚿，珍寶 size， 仲有烤俄羅斯雪蟹，補充速度大家放心，烹碟時間好短。帝王蟹其他口味，避風塘炒俄羅斯紅蟹鉗，薑蔥俄羅斯紅蟹炒大蝦，其他品種蟹菜式講得上豐富，香辣蟹肉杯、軟殼蟹壽司、蟹子蟹肉沙律、蟹肉海鮮荷葉飯等等。凍海鮮有4款：長腳蟹、凍蝦、藍青口、凍蜆。日式櫃台上層有幾款壽司，即切刺身4種，油甘魚、帶子、吞拿魚、三文魚。手卷壽司2款口味，師傅現場即做。紫菜脆足料，大家記得攞。甜品重點即做刨冰，係比較少自助餐有提供稀有品種。另一款推介現焗雲呢拿巴斯克芝士蛋糕、雪糕，哈根大品牌4款口味，有專人幫你畢。呢個價位自助餐一定豐富，沙律區、熱盤區、冷盤區、甜品區。影片時間有限，團長快剪20秒。大晒冷俾大家。開餐啊，勁多蟹超正，
俄羅斯紅帝王蟹，好大嚿冇骨雞腿咁樣。平時出邊酒樓食一隻，就算揾到平，都會有規矩，要幫襯佢多幾個小菜，唔包嘢飲，茶位、界錢、酸菜費，過千蚊走唔甩。呢度任你食，出邊現場即做，蟹肉都冇縮水，咬落有彈性，鮮味同肉汁，加上好自然海水鹹鮮，唔使點醬料，原味已經夠，水準好高，我會俾好高分。避風塘俄羅斯蟹，避風塘蒜味鑊氣食得出，蟹肉粗壯大隻，口感紮實，蟹肉原味道纖維保留到，味道有少少辣，中意重口味朋友啱晒，加上無限飲啤酒，送酒一流。日式刺身另一個回本位，三文魚望落質素同其他同級酒店差唔多，正常三文魚味唔錯。有一點佢做得幾好，不限量，你中意食三文魚攞多幾件都得，師傅笑住切俾你。另一款刺身油甘魚，肉質非常幼嫩，都算厚切，咬幾下菜吞落肚，完全冇渣冇根。質素差嗰啲酸味會偏重，呢嚿酸味偏輕，有高級日本料理餐廳水準，好食㗎。凍海鮮4款：長腳蟹、凍蝦、藍青口、凍蜆。凍蝦體型幾大隻，剝個蝦殼俾大家睇下，蝦肉實淨大牙，新鮮情況冇懷疑，蝦鮮味唔錯，可以。除咗蟹、海鮮，肉類選擇都唔少，牛扒、豬柳、五花腩、港式燒味等等。先試牛扒，好多自助餐都有。呢度牛扒賣相已經睇到，肉質紅潤，唔會乾柴嗰種，食得出本身原味。點埋燒汁芥辣食，味道更加好。燒豬柳睇個樣肉紋幾靚，顏色粉嫩，好容易就切得開，咬落好腍而且爽口，仲好食過頭先牛扒。推薦大家嚟試，會有小驚喜。當日燉湯五指毛肚煲豬骨，湯頭清甜夠味，湯料足，好飲㗎。甜品雲呢拿巴斯克芝士蛋糕，現場即做熱辣辣，半熟軟滑質地，入口即用，配埋哈根達雪糕，一熱一凍，呢種感覺超正。Coffee shop 食一份80蚊起跳，食埋呢個距離回本又緊一步。其他甜品刨冰、Tiramisu、靚香印提子、各式蛋糕、布甸，時間有限，團長講唔到咁多，可以同大家講，質素可以用對得住個價錢嚟形容，有高級5星酒店單點水準。大家睇個甜品山賣相就見到質素。價錢方面，魚坊自助午餐供應時間中午12點至2點半，最抵食經醫索預訂，星期1至5成人299個6一位，長者264個6一位，小童特別優惠99蚊一位。星期6日公眾假期午市，成人341個6一位，長者306個6一位，小童特別優惠99蚊一位。以上價錢已經包括加一服務費。深海蟹後自助晚餐供應時間晚上6點至9點半，最抵食網上商店6折優惠，星期1至4成人537個6一位，長者467個6一位，小童特別優惠199蚊一位。星期5至日公眾假期，成人565個6一位，長者495個6一位，小童特別優惠199蚊一位。以上價錢已包括加一服務費。小童特別優惠午餐同晚餐一樣有效期至今年8月31日。購買鏈接我放喺資訊欄，方便大家。帝王蟹任食喺香港極罕有，最貴時段紅日晚餐小童特別優惠199，成人565，除翻開300零蚊位包加一，性價比好高。慶祝生日，身邊人中意食蟹，不妨帶佢嚟食一餐，相信會建立到一個深刻共同記憶點。鍾意今集團長分享，記得幫條片留言一則，點個 like，訂閱我頻道支持下。我哋下集見啦，拜拜。